好，早晨啊，各位會員嚟到我哋2025年最後一次嘅月會啦，咁就係呢個12月嘅月會。咁呢，今次繼續由我呢，李 Sir 呢會同大家講下我哋12會有啲咩嘅活動同埋一啲嘅事情嘅。係啦，先講第一樣啦，咁就係我哋嘅第一樣嘅大事呢，咁就係呢個嘅2025年嘅立法會選舉啊。係啦，咁呢個嘅立法會選舉呢，就喺12月7號就會舉行嘅，係啦，咁所以如果大家係選民嘅話呢，咁就記得去投票啦。跟住第二樣呢，就呢個就都好重要啦，咁就係我哋講呢個2026年嘅春茗活動啊，係啦，咁就係我哋大樓嘅其中一樣盛事啦，係啦，咁就今年呢，就嘅春茗嘅日期呢，就會喺2月27號嘅，係啦，星期五，係啦。咁我哋12點半呢就會開放日席嘅，係啦，活動時間就係下晝1點至3點啦，地點呢就係呢個百樂金宴嘅國際宴會廳，係啦，咁就喺呢個九龍灣嗰邊嘅，名額方面就有288個啦，係啦，咁就因為呢個名額數量有限啦，咁就額滿即止嘅，係啦，呢個大家就記住留意啦，係啦。咁就費用方面有幾個嘅安排嘅，第一個啦，如果大家係自行去呢個會場呢，咁就係200蚊嘅。咁我哋大樓都有包旅遊巴俾大家來回嘅，係啦。咁如果係跟旅遊巴來回呢，咁就係220蚊嘅。綜援嘅朋友呢，即係嘅會員呢，咁亦都會有呢個嘅半價嘅優惠嘅，係啦。咁就大家就可以留意翻啦。咁餐單你就見到喺我哋熒光幕左手邊就寫咗當日菜單㗎啦，係啦。咁就買票嘅安排啦，咁呢買票有幾個唔同嘅單位啦，分別有護老者啦、樂齡同行啦，我哋嘅一般會員同埋長者支援服務呢，咁都會按照翻呢而家畫面上面見嘅嗰個安排嘅，係啦，即係護老者8號開始買啦，樂齡同行就會係10至12號就已經開始買得啦。跟住之後呢個會員就係11號，如果你團購嘅咁就亦都可以開始買啦。散賣嘅就係12月16號，而長者支援服務呢，咁就會喺10月19號開始可以買飛嘅，係啦。咁呢，所以你如果你係有幾重身份嘅，咁你就揀一邊去報名就可以㗎啦，係啦。咁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提早去同朋友安排定，係啦，幾時過嚟買飛啦。第二樣我嘅大事啦，咁就係我哋嚟緊2026至28年度，係啦，我哋嘅會員諮詢委員會呢就會換屆嘅，係啦，咁就而家就同大家講下有關嘅嗰啲選舉嘅一啲安排咁樣嘅，係啦，咁呢呢一個嘅資委會嘅成員呢嘅任期呢就會喺2026年嘅3月31號屆滿嘅，係啦，咁我哋將要選出呢個2026至28年度嘅資委會嘅人選啦，係啦，咁日期就喺12月就開始㗎啦，係啦，資委會嘅運作同功能係啲咩呢？係啦，未必個會員都好熟悉嘅，咁而家同大家講下先啦，係啦。咁咧第一樣啦，當然就係成為大樓同會員之間嘅橋梁嘅，喺呢個會議中咧要反映翻即係會員嘅一啲意見啦，係啦，咁就提升我哋嘅服務透明度同質素。同一時間咧亦都可以參與討論大樓發展嘅方向，包括埋啲行政或者活動建議咁樣啦，同埋可以代表翻參加一啲對外同埋機構內關於社會發展同埋研討嘅一啲嘅活動，係啦，咁去代表大樓長者發表意見嘅，係啦。咁資委會嘅成員咧，總共就有呢個嘅11個席位嘅，職銜就有正副主席啦，係啦，咁就秘書啦、外務交流同埋一啲嘅一般成員咁樣嘅，亦都會定期舉行會議咁樣嘅，係啦。成為資委會委員嘅資格咧，就係你要登記成為大樓嘅有效服務使用者啦、義工啦或者護老者或者職福會員嘅。係啦，咁提名期咧就係由10月1號開始咧，去到2026年嘅2月23號，係啦，咁大樓已經安排咗一啲嘅提名表格，係啦，你可以提名你嘅朋友啦，係啦，或者你朋友去提名你都可以嘅，係啦，咁亦都3月嘅月會啦，3月2號會有一個嘅自我介紹嘅時間，係啦，咁就3月18號咧就會公布新一屆嘅嗰個嘅名單嘅，係啦，咁亦都會張貼翻個結果出嚟嘅，係啦。跟住之後咧就會係4月6號啦，月會嘅時候就會進行交接同埋自我介紹嘅，係啦。咁如果大家有問題咧，可以打翻27029897，或者嚟翻大樓向翻
廖姑娘或者岳李生咧去查詢嘅。好啦，咁咧就去到講我哋活動同埋班組嘅網上報名方法啦，係啦，咁咧畫面上面你見到有個二維碼出現咗啦，咁呢個二維碼就係去我哋嘅一個嘅大樓報名嘅嗰個專頁啦，係啦，咁就入到去咧，你就會見到有幾樣嘢可以揀嘅，左手邊3條線有得揀3樣嘢，分別係活動推介啦、活動抽籤結果同埋活動及班組登記嘅，係啦。咁活動及班組登記，顧名思義，咁就係俾你去報我哋嘅活動同埋班組嘅，係啦。咁喺個畫面你會見到各種唔同類型嘅活動同埋班組啦，佢哋下面都會有一個黃色長方格，寫住叫做係登記2個字嘅。撳咗入去之後咧，就會有份 Google 嘅表格去俾你去填啦，係啦。咁咧參加者又可以望下自己有冇揀錯活動。咁如果冇錯咧，咁就可以填寫你嘅中文全名啦、聯絡電話同埋大樓有效會員剔翻就可以㗎啦。成功登記活動之後咧，我哋會喺嘅指定嘅抽籤日期嗰度咧，咁就會進行一個公開嘅抽籤嘅，係啦。咁咧抽籤結果係放喺網站嘅呢個地方啦，同埋就喺大樓筆記版咧去俾大家查詢個結果嘅，係啦。咁除咗網上報名方法之外咧，咁大家咧係可以嚟翻大樓嘅接待處啦，同埋打翻大樓電話嘅過嚟去報名嘅，係啦。咁不過留意啦，每個月月會當日咧，只係接受大家去月會會場嗰度報名啦，同埋就係嚟到去網上去報名嘅。另外嗰2個方法都唔接受嘅，咁大家去留意啦。係啦，跟住咧就開始講下一啲嘅活動啦。第一個就我哋嘅防跌風險測試嘅，係啦。咁日期啦有2日嘅，分別係12月15號星期一同埋12月30號星期二，係啦。咁下晝嘅時間嚟嘅，咁就係2點半至到4點半啦。名額啦，每日有20個嘅，係啦，15個係俾有效會員啦，另外5個係積福嘅會員嘅。會員就免費參加，積福會員就扣15個時分嘅。呢個防跌風險測試咧，我哋係用一條叫做步固嘅 AI 技術腰帶啦，係啦，咁就5分鐘咧測量呢個平衡啦、步態同埋下肢功能嘅。完成之後會有份報告俾翻你啦，係啦，俾你了解翻自己嘅一啲跌倒嘅風險嘅，係啦，因為名額有限啦，咁大家淨係揀一場測試參加就可以㗎啦。好，第二個啦，咁就係一個 Smart Pulse 嘅測試，係啦，咁呢個測試係啲咩嚟嘅咧？嗱，聽個名好似唔知係咩嚟嘅，唔緊要，係啦，呢個測試咧係幫你測試呢個血管健康同埋呢個壓力嘅，係啦，咁日期咧會同頭先個防跌測試一樣嘅，分別都係12月15號星期一啦，同埋12月30號星期二嘅，係啦。咁咧時間咧下晝2點半至到4點半嘅，係啦。咁咧當場咧會同你講埋測試報告結果嘅，係啦。咁但係咁當然啦，呢個結果只係作為一個參考嘅用途嘅啫。有任何嘅即係問題咧，都係揾翻專業嘅醫護人員嘅，係啦。咁啊2個活動都係12月11號就截止報名嘅，咁大家記住留意啦。好，跟住嚟到1號活動，係啦，咁就係我哋嘅春茗午宴2026嘅命名比賽啦。係啦，咁頭先講我哋嘅春茗嘅時候咧，其實就淨係簡單叫佢春茗啦。咁但係咧，我哋上年其實有我哋嘅會員咧，為佢改咗一個當年有一個好即係非常之動聽嘅名字嘅。咁所以今年咧，我哋都會邀請我哋嘅所有大樓會員咧，發揮創意，係啦，為今年嘅春茗午宴咧提出有意義、能夠突顯到一啲心思嘅一個嘅活動名嘅，係啦。咁就評審嘅準則包括啦，要正確表達到春茗嘅嗰個嘅信息啦，同埋用字要精闢佢同埋簡練嘅，係啦。咁我遞交時間就係2025年10月1號去到2025年12月15號嘅上晝11點鐘，我哋會喺2026年即係下年1月5號1月份嘅月會通訊咧，咁就公佈結果嘅。而評選作業咧就係由呢個第11屆嘅會員諮詢委員會去選出嘅。而同一時間啦，如果係佢哋有去即係有一部分可能佢哋都想去參加呢個活動嘅咧，咁佢哋就唔會係作為評選嘅其中一個人嘅，係啦，咁就確保呢個公平性嘅，係啦，咁大家都可以放心嘅。跟住嚟到2號活動啦，咁就一個戶外寫生嘅活動，係啦，咁咧就係掃描嘅，係啦，
咁會有3堂嘅，第一堂12月3號咧就喺大樓咧，咁啊導師會講解一啲基礎嘅掃描理論同埋技巧嘅。之後有2堂12月10號同埋17號咧，咁我哋就導師咧就會同大家咧去參加者就去呢個西貢碼頭巴士站咧進行呢個風景黑白掃描嘅，可以有助鍛鍊觀察力同埋放鬆身心嘅。名額有12個啦，咁就80蚊嘅費用嘅，而呢個費用已經包括咗堂上所有嘅材料同埋一個畫具㗎啦，係啦。咁同埋咧你報呢個活動要確定到出席晒3堂啦，係啦，咁同埋要檢視翻自己個人能力去決定參唔參加嘅。而呢個活動就會喺12月2號就截止報名㗎啦。跟住嚟到3號活動啦，咁就係呢個唔敢嘅奇樂展才能計劃嘅老灣樂團啦，係啦。咁活動日期12月9號星期二上晝11點去到12點鐘嘅，係啦。咁有8個名額就係免費嘅活動，咁我會同大家玩一個桌上遊戲啦，係啦，咁就一個免費嘅活動嚟嘅。截止報名日期咧就係12月4號，咁就截止報名㗎啦。跟住嚟到4號活動，咁就係我哋每個月都會有嘅手機問診室啦。今個月都會有3個日子嘅，分別係12月10號啦，同埋15號嘅下晝2點半至到4點半嘅，同埋18號星期四嘅上晝10點至到12點嘅，每節咧就有25個名額嘅，係啦，唔好意思，係啦，咁又會由我哋嘅大樓手機義工咧1對1咧去解答一啲嘅手機疑難嘅，係啦，咁幫助大家更加好咁樣掌握即係用手機嘅一啲使用技巧啦，不論係呢個嘅一個嘅應用程式嘅安裝或者日常使用嘅問題咧，都會提供解答嘅。而呢個活動咧比較特別嘅，你報咗名就代表成功㗎啦，咁就職員就只會當日提你出席嘅啫，咁大家留意翻啦。跟住5號活動，咁就係一個旅行活動，咁就呢個香港仔美船遊啊，活動日期12月15號星期一。嗱，咁我上晝10點會喺大樓集合啦，跟住搭旅遊巴去香港仔啦，去到香港仔咧就會有30分鐘嘅觀光船遊覽嘅，亦都會有安排有午餐同埋自由活動嘅時段嘅。3點半咧就會搭呢個旅遊巴回程翻去大樓㗎啦，咁就因為旅程都有搭船嘅一個嘅安排啦，咁所以大家要確保自己即係唔會暈船先好決定參加啦。咁同埋未有參加呢個11月11號半日遊嗰個活動嘅參加者咧係可以優先參加嘅，係啦。咁就活動截止日期咧就係12月4號就截止報名㗎啦。跟住嚟到活動編號6至9號嘅活動啦，佢哋登記日期咧就會由10月1號開始，去到11號嘅上晝11點，就喺11號嘅下晝2點3就會進行抽籤嘅。6號活動咁就係清展繁榮屋㗎，係啦，咁佢嘅活動日期咧就係12月19號星期五上晝9點半去到12點鐘嘅，30個名額啦，25個係俾有效中心會員嘅，5個就係積福會員啦，會員就係收呢個10蚊嘅，係啦，積福會員就係扣15個時分啦。呢個活動咧淨係提供單剪服務啦，同埋唔能夠指定個剪髮義工嘅，同埋大家記住咧就要預先清洗好頭髮先過嚟剪頭髮啦。跟住7號活動啦，咁就我哋嘅解憂按摩院啦，咁就嚟今個月嘅解憂按摩院咧就會係12月19號星期五，係啦，咁嗰個時間咧就會係下晝2點半至到4點鐘啦，當中有分咗2節嘅時段嘅，咁就包括2點半至到3點15分嘅第一節啦，跟住同埋就係3點15分到4點鐘嘅第二節嘅，係啦。費用方面咧，會員就收20蚊，積福會員係扣55個時分嘅。咁我哋嘅義工解憂師咧，咁就會結合精油進行呢個頭肩頸同埋手部按摩嘅，係啦，令參加者暫時忘卻一啲嘅煩心嘅事啦。係，咁就因為名額有限啦，參加者只能揀其中一節去報名參加嘅啫，同埋過程中係唔能夠指定嗰個義工嘅。如果你淨係揀一個部位去按摩咧，咁個時間係會縮短到15分鐘嘅，咁大家要記住留意啦。跟住8號活動，咁就我哋嘅地壺球體驗活動啦，係啦，活動日期咧就係12月20號嘅星期六下晝2點半去到4點半嘅，名額有12個啦，費用方面就係收20蚊嘅，係啦，咁大家咧參加呢個活動咧要記住着呢個嘅運動服裝啦，係啦，咁就為求呢個嘅安全嘅，係啦，
咁而地壺球呢項活動咧，其實係不分呢個男女啦，長幼相見咧都可以參加嘅。而呢個活動係一個簡單體驗啦，係啦，咁就俾大家去體驗下地壺球嘅。跟住9號活動咁就一個小動物嘅聖誕聚會，咁日期咧就係12月22號星期一下晝3點半去到4點45分嘅，名額有20個啦，咁就費用方面就20蚊嘅。我哋邀請咗個動物醫生咧嚟到大樓同呢個大家咧去歡聚聖誕嘅，係啦，當中有一啲動物小表演接觸緊，係啦，咁就難得嘅機會啦，咁大家有興趣就可以過嚟去參加嘅。跟住編號10號至到13號嘅活動啦，咁就係12月1號去到18號去報名嘅，係啦，咁啊18號下晝就會進行抽籤㗎啦。10號活動就係呢個地壺球初級班啦，係啦，咁啊同頭先個地壺球體驗活動有啲唔同嘅，呢個係一個6堂嘅班啦，咁就俾大家都係詳細啲了解地壺球係點樣玩啦，同埋學習嘅。咁我逢星期六進行啦，12月27號開始上到去2月7號嘅，係啦，咁就時間都會下晝係2點半至到4點鐘啦，咁有12個名額嘅，咁就120蚊上6堂嘅，係啦，咁都係記得要穿着呢個運動服裝去參加呢個活動嘅，係啦，咁未參加過呢個地壺球初級班都會優先嘅。咁你11號活動咁就係呢個會員樂繽紛啦，係啦，咁個活動日期咧就係12月30號星期二嘅下晝3點至到4點鐘，10個嘅名額，咁收費係15蚊嘅。咁我會同大家玩一啲嘅桌上遊戲啦，同埋分享呢個社區嘅時事嘅，係啦，建立呢個會員之間嘅友誼嘅。如果你係12月生日嘅參加者咧，都會獲得神秘生日禮物一份嘅。跟住嚟到12號嘅活動啦，咁就係呢個2026年1至3月嘅機不可失運動班，係啦，咁第一堂咧就係1月6號，係啦，跟住之後上到去3月嘅31號嘅，係啦。咁佢嘅總共有16堂啦，咁就時間都係上晝9點15分去到10點嘅15分嘅，係啦。跟住咧費用係30蚊嘅，咁就由我哋大樓嘅助教啦，咁就會教大家用一套即係教大家一套係坐喺度鍛鍊肌力嘅運動，去俾一啲體育嘅長者，去降低佢哋失能嘅風險，延緩衰老嘅。而如果曾經參加過防跌測試，係1至到3分嘅長者係優先可以參加嘅。跟住13號活動咧，咁就係呢個奇力無窮嘅運動班，係啦，咁有分 A 班同 B 班嘅，咁個日期就唔同，有少少唔同啦，咁大家要留意翻嘅。時間上都係一樣嘅，下晝4點半去到5點半嘅，係啦，咁就係一個免費嘅運動班啦。咁每班有10個名額嘅，係啦，咁就係65歲或以上嘅終身有效會員啦，同埋通過篩選測試咧，屬於前期體育或者體育嘅人士就可以參加呢一個活動嘅。係啦，咁就會即係由香港大學訓練嘅奇力教練指導下咧，咁就教大家去點樣鍛鍊運動嘅，係啦，減慢呢個退化嘅係啦，咁咧要一定出席咗個篩選測試咧，先可以去參加呢個嘅活動嘅，係啦，同埋因為名額有限啦，參加者只能揀一班去參加嘅啫。好啦，咁咧咁就講完我哋嘅活動啦，咁咧就好快咧就去到我哋嚟緊嘅班組活動啦。班組會編號31號嘅班組啦，咁咧就係呢個嘅太極進階班啦，係啦，咁啊第一堂咧就係1月15號，之後逢星期一上堂，上到去呢一個嘅3月23號嘅，係啦，時間咧都係下晝1點至2點啦，名額方面就有12個嘅，係啦，咁會員收費咧就120蚊，非會員就係收呢個嘅140蚊嘅，係啦，咁會教呢個楊式嘅太極拳啦。跟住嚟到班組編號32號嘅班組啦，咁就呢個太極初階班嘅第4期，第一堂咧就係1月8號，之後逢星期四上堂啦，上到3月26號，時間咧就會係下晝1點至2點鐘，咁有8個名額嘅，係啦，咁就會員就105蚊啦，非會員就係120蚊嘅，同樣啦，呢個係教授呢個楊式太極拳嘅，係啦，咁但係呢個初階班啦，頭先嗰個就係進階班嘅。跟住班組編號33號咧就係呢個太極精進班啦，咁咧都會係1月8號星期四第一堂，跟住逢星期四上堂，上到去3月26號，時間咧就係下晝2點去到3點鐘嘅，8個名額啦，會員要俾170蚊，非會員就係俾200蚊嘅，係啦，
咁有個參加要求嘅，咁就要完成呢個進階班啦，同時要達到80%出席率嘅。而精進班咧，除咗教呢個楊式太極拳咧，都會教埋呢個太極拳嘅，咁就同進階班又再高一級嘅。跟住嚟到班組編號34號嘅班組啦，咁就呢個易筋經班係啦嘅1至3月嘅班嚟嘅，係啦。第一堂1月5號，之後逢星期一上堂，上到2月嘅9號。咁時間咧就係上晝8點15分去到9點15分嘅，係啦，名額就有12個啦，係啦。咁就會員就收15蚊，非會員就收20蚊嘅。班組編號35號嘅班組啦，咁就係呢個叫做中國歷史穿梭機嘅班組。第一堂咧就係1月12號，之後逢星期一上堂啦，上到3月嘅23號嘅。個上堂時間咧都會係呢一個嘅上晝9點鐘去到10點15分嘅。每班有14個名額啦，咁就會員就收80蚊，非會員係收90蚊嘅。係啦，咁就會同大家講下中國嘅歷史啦，世越朝代唔同嘅大事係點樣影響翻現代嘅中國嘅。跟住嚟到班組編號36號嘅班組啦，咁呢個活動日期第一堂啦，就係1月嘅14號，之後呢，逢星期三上堂，上到去3月嘅25號嘅，時間呢都會係下晝2點鐘去到3點鐘嘅，係啦，咁就會員就收90蚊啦，非會員就係收105蚊嘅，會學習呢個握拍嘅方法啦，正確嘅擊球姿勢同埋發球技巧等等嘅。跟住嚟到班組編號37號啦，咁就呢個乒乓波進階班嘅第4期，第一堂咧都係1月14號嘅，之後逢星期三上堂啦，上到3月嘅25號，時間咧都會下晝3點鐘去到4點鐘嘅，10個人嘅名額啦，會員係收105蚊嘅，非會員就係收120蚊嘅，係啦，咁參加呢個班咧係需要具備一定嘅乒乓波水平啦，會教授呢個進階擊球啦、拉球啦，同埋一啲比賽上面嘅技巧嘅。跟住嚟到班組編號38號嘅班組啦，咁就係呢個二胡師班嘅第4期，係啦。第一堂咧就係12月27號就開波㗎啦，之後逢星期六上堂，上到去3月21號，時間咧就係下午嘅3點45分去到4點45分嘅，係啦。咁導師咧會根據翻唔同參加者嘅二胡程度啦，去編排啲曲目咧，去俾參加者去學習拉弓嘅技巧嘅。好啦，咁咧就講晒我哋12月份嘅月會嘅一啲嘅內容㗎啦，係啦。咁咧下一次月會就已經去到2026年嘅1月5號啦，係啦。咁時間咧都係一樣嘅，上晝9點半去到10點半，下晝2點半至到3點半嘅。好，咁我哋嘅月會就去到呢度啦，咁我哋會喺2026年就再見大家啦，係啦，到時係2026年嘅1月5號啊，係啦，咁到時再見大家啦，拜拜。